那我们去年也破获了100多斤的偷采芒果的案子，有在我们巡逻当中就当场就被我们查获。他们的保护我们的果园，帮我们巡逻的话，那我们晚上我们就可以安心点睡觉。现在有这些警力的支持，还有这些巡守队的支持下，其实就是这盗窃案现在变得非常的少。能够保护他们的财产，而且他们一年心血，对他们来说是帮助非常大。能比较说在让预警区就是有别于其他区做出来一个特色，然后保护农民，就是说避免他们的财产被不当的小这样窃取。夜间的时候6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每班排的巡逻线会不一样，加强山区的一些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辆。我们是9点开始去巡视，到11点，我们山坡上都要去看一看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预警芒果每到盛产期，总是吸引民众争相购买，在外销也有不错的成绩，尤其是有红宝石之称的爱文芒果更是宝贵。然而，这些红宝石不但不好维护，甚至会引来一些不肖业者的觊觎偷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结合里长巡守队，成立鹰眼护国大队，在幅员辽阔的果园保护红宝石的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预警分局杨分局长怎么说吧。要防止这些芒果偷采情形，不但是要第一个，我们远景要处理，那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民力就是说我们的民防、义警、巡守大队。那我们义警这边有10个巡守分队，那这10个分队都在各个自己的辖区里面去，在做尽心尽力的替我们做护国的动作，保护我们民众的财产让我们民众财产不会遭受任何的损失。那我们成果也做得很好。那我们还设置温馨的提醒说，我们预警南西南化的芒果最后都有套袋的动作，要求他们在套袋的时候，把自己家里面的密码也好、姓也好，就在套袋上面画一下。那我们在巡视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采芒果，我们会过去看，检视他的芒果袋子里面，要是有其他的不一样标志的，那就表示说这个是有问题的。除非你是让人家请来卖芒果，不然的话，每一个芒果园主他们的采都是采自己的芒果，不会去掺杂别人的芒果。这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先进的做法，让窃盗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这个芒果一摘了，每个芒果都一个袋子包着，一时之间没有把这个脏任务销毁掉，所以对他们也会产生阻吓的作用。那我们也会在加强我们在果菜市场这个芒果的一个勤务让民众来这边开开心心的进到我们的果菜市场购物消费能够很满足的尝到今年我们预警南化南西的鲜美的芒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5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主要的外环道路中华西路甲中华北路，伫个列入4环道路以后，有一寡路边停车格仔位拢被取消。议员柯志春上午利用议会市政总质询，希望市府会当重新检讨，因为要振兴经济，路边无停车位，根本就无法度去引民众停车消费。议员柯志春表示，过去伫个中华西路甲中华北路。伫个还未列入4环道路进前，路边还阁有30-40位的停车格仔位。毋过伫个纳入4环道路以后，不但路边的停车位被取消，而且阁转线画上红线，民众袂用的临时停车。对此，议员表示，为了刺激经济，要求市府应该来做检讨。你从中华西路由南区一直走到北区，走到滨海公路。2侧这条路，交通局跟我讲是列为台南市的4环道路，但是我不知道特色是什么，我们不讲这个。没有一个停车位，没有一个路边停车位，那我试问，商家的临停，整条线都是红线，很多人临停，商家买东西就被照相。整个商圈、整个道路没有一个停车格，同理心、将心比心，你要把它列为4环道路，相对等的
你没有让人家商圈里面有临时停车位，可以临时购物，这样这是一个台南市很标准的示范道路。中华西路当然是因为是南北向的交通动脉，所以如果因为车辆很大没有办法画这个路边停车格，那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在这个红线变成黄线这部分，之前市长有交代，我们现在全市正在做检讨。针对这个商圈或者道路的停车格，随意的被涂销掉，改画红线的这部分，我要求交通局全面清查。有任何我们台南市已经道路停车格已经够少了，任意的涂销，我觉得其实对市民不仅造成不便，也不利我们推展观光。是不是红线有一部分真的不是那种转角的地方的话，红线可以改成黄线，可以让人家临停一下，这我们会检讨。同款关心交通停车，还有铁路地下化以后，火车站的周边停车的问题，议员建议，因为火车站的北地大，为了带动附近文创商圈的发展，嘛建议应该要来增设地下停车场，以疏解未来停车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伫今年初拄啊完工启用的德溪水环工程，总经费10亿8千多万。议员林美燕伫市政总质询，就提出几项改善的建议，包括净水厂杂流处理，因为处理量无到杂流的一半，所以污水也是排入德溪。加上儿童游乐区竟然无设公共厕所，议员嘛要求市府爱做改善。台南市德溪水环的工程，包括1、2期，总经费大约开了10亿8千多万，其中第1期5亿5千多万，包括污水净水厂甲周边的景观营造，伫今年初完工启用。毋过议员林美燕却发现，伫污水处理的量竟然无到节流量的一半，造成部分的污水还是会流入去德溪，加上儿童游乐区。因为无公共厕所，造成民众的无方便，因此要求市府爱改善。我们都是家长，我们大人有时候要上厕所，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忍了，更何况一个小朋友，他要尿尿他就想要尿尿了，对不对？最近嘛70公尺，像那远的所在，这么远的地方，你叫个小朋友要尿尿的时候，能够跑那么远吗？而且有些地方根本在假日更不开放。所以对这些小朋友来，一中网友他很高兴的去那边玩呐，家长也很高兴带小朋友去玩呐。但是你看他很现况，我们碰到个最大问题，民生问题呀。小朋友到哪里去上厕所了？小朋友到哪里上厕所？还有一些老人家也在那边去玩啊，去散步啊，不晓得到哪边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你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什么叫做后续的维护困难？你干脆卖者喝啊！什么叫做后续的维护困难？这个公厕对你们来讲维护那么困难吗？这个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任内规划，我们会赶快去弥补这个人生3大急啦。这个上厕所的确是。所以市长，你这边有承诺要给我们小朋友个公厕吗？对，我们就是要去规划，想办法。那赶快哦。做一个。小朋友可以用，而且您要提到还有无障碍怎么办？对呀，我们可能要小朋友，还有一些老人家怎么办？处理一些无障碍的问题。除了关心德溪的政治，另外伫新冠疫情过后，振兴甲纾困方面，议员嘛特别关心安心上工的这块。除了帮助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劳工上工的机会，另外伫毕业生或者是学生打工的机会，今年市府嘛增加暑期工读。将近100个名额，希望对学生的族群有所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后疫情阶段，为了振兴经济，虽然中央规划振兴券，不过因为手续真复杂，所以议员李文俊就建议市长爱向中央反映基层人民的心声，唔通让政府的好意颠倒造成民众的困扰。新冠疫情解封以后，为了振兴经济，中央甲地方拢纷纷推出各种的振兴方案，包括中央的振兴券，以及各部会有观光旅游的补助、文化地用等。但因为条件规则复杂，议员李文俊除了建议市长向中央来反映，另外嘛为地方的地方地开发，
希望会用个调向水岸环境，结合地方的文化信仰，打造成新的观光旅游景点。我是感觉讲哦，咱爱正视咱的这个两岸，咱的水岸环境改善啦吼。啊，随着安定住房区开发，吸引民众有够济吼来伫遐徛吼。你啊看像迄老百姓哦，见啦拜啦买拜啦吼，拢足济囡仔足济岁拢来伫遐徛伫看，因为即摆休闲空间比较较少哦啊，所以呢，咱即地若过来搁啊改造哦，搁较好势啊吼，来做一个观光秘境景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哦，咱若有机会，有逐日搁较好啊，甲规划搁较好。对，吼，我就是咧讲，系啊，咱目前啦吼，咱市府我所了解就是讲有去请迄个前瞻计划的经费啦吼，啊已经要做第二阶段迄个讲啊做景观工程啦吼，啊所以民众咧反映是讲住房区这个啊做咱的环岛应拓宽这个路面啦吼。增加活动空间啦吼，即个呢水利局我就讲来麻烦恁若有迄，即摆迄个经费若有，恁话加减啊落甲规划看。每年的3月会当来完成，啊，主要讲咱的步道那个我们的景观节点，啊，还有重点咱消防船的这个意向的一寡设施吼，我们咱个拢会甲内底工程来办理。除了为地方来争取建设，另外伫个教育方面。议员嘛为当地公立幼儿园的名额来签名，希望教育局会用保障学区内的抽签率，莫互家长搁走远路到别区来就读。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的毕业典礼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除了新名册登记，嘛减少典礼时间。不过学校特别准备真侪打卡的景点。同时，化妆品系也家己举办小型的毕业典礼，互学生留下难忘的回忆。迎接毕业的季节，嘉南药理大学伫13号举办毕业典礼，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校方除了减少典礼的时间甲参与的人数，也需要配合实名制的登记。对此，校内人数上侪的妆品系也特别结合送酒的活动，举办妆品系的小型毕业典礼，不管是补税也是颁发毕业证书，全部拢有。互毕业生留下一个美好难忘的回忆。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哈，我们学校的毕典有一点比较简单隆重哈，那有点缩小化哈。但是我们妆品系，因为为了要我们全校第一大系哈，为了学妹们为了感激我们同学哈，所以特别举办妆品系的小毕典哦，让这些欢送我们的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那因为我们妆品系在我们嘉药一向都表现很好，那很多的今年我们也很个别举办这个就业博览会，那很多学生都已经找到工作，也很多同学们已经升学，国内的各大学的硕士班，他们都要未来在升学上面，在还有就业方面都表现非常的良好。这届毕业生当中，也有侪位的国际毕业生选择留伫台湾继续读研究所。上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喜爱台湾的生活品质甲工作的环境。会继续想要留在嘉药，是因为个人比较是那种熟悉环境的型，所以就觉得嘉药就是已经熟悉这些环境，然后教授也对我很好，所以就想说研究所的时候就继续待在教授的实验室，然后继续做研究这样子，所以才会想要念嘉药研究所。想要留在台湾原因是因为就是台湾已经医药分业，然后在临床这个部门，我觉得其实也是做得很棒。他们对临床药师也有就是在多加去照顾那个方面。然后我觉得如果留在台湾，然后也继续走临床的话，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校长也勉励毕业生爱勇敢的面对困难，提升人生的关度甲跨度。同时爱做一个有内涵的人，有闲就爱倒来学校看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台南药井出产的酸鸭香甜好食，是真侪人热天上爱水果之一。饭店业者特别将在地出产的水果入菜，设计出各种酸鸭的菜色甲点心，而且邀请市长华新道仔细协助行销酸鸭的创意料理。台南药井是台湾第一个种植爱文酸鸭所在，当地出产的酸鸭品质优良，受到各方喜爱甲推荐。饭店业者为了将这好食材介绍给大家，运用卡书将酸鸭制成各种甜点以及料理。为了帮助行销咱市当季好食水果，全糖市长黄伟特特别来到饭店来点手艺。芒果多的不得了。我们先加黑糖水。那我是因为叫全糖市长，所以说我要加更多的黑糖水。我们都知道台南是台湾最大的芒果产地，那总共每年大概65000公吨的芒果，这可以说是非常这个量也大，然后品质又特别好的这个芒果。但是平常大家都喜欢吃，也习惯吃，也喜欢吃芒果的鲜果。但是除了芒果的鲜果之外，其实我们今年要变出很多的新花样，用我们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来不管是在把这个芒果能够入菜也好，或者煎做沙拉也好，事实上都是非常爽口的。那在夏天尤其是非常受欢迎的。大家知道，其实远东香格里拉饭店过去把我们凤梨也入菜，把我们的文旦也入菜，现在挑战高难度，把芒果也入菜。为了提倡食材当季上环保的理念，饭店业者为过去就开始前往台南各区，找找优良的农特产日菜。这次更结合饭店产业专长，设计出各项中西式的酸鸭料理。会大量运用我们在地的爱文芒果各式的食材，其实这也是香格里拉酒店我们一贯的推行实在当季更环保。那透过大量的采购在地的食材，其实除了帮助到我们的农民之外呢，那其实我们也要提倡一个环保的概念哦。其实多多享用在地的新鲜的食材，其实可以避免到很多的反季节性的一些栽种，然后费大量的能源哦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一个的生长哦。这个酸鸭创意料理将在6月19日正式抢市开卖。饭店业者欢迎民众做伙来支持上在地、上当季的健康料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伫振兴3倍光发放进前，先推出振兴台南文化先行方案，由文化局规划3种超特包，内容包含台南的古迹限定商品，希望借此带动文化观光人潮。台南市的古迹一直拢是热门的观光景点，配合中央政府振兴3倍券的政策，市府头壳动了劲，率先推出振兴台南文化先行的方案来抢人客，规划出海派迎客包、市民同乐包以及古迹欢乐包等3种的超值的组合，要来吸引伫疫情趋缓后的观光人潮。振兴经济台南先行，其实也是跟各位报告许多好玩的台南的文化古迹以及景点。那除了文化之外呢，我们有结合了许多台南的饭店的住宿业者。坦白讲，台南饭店现在的这个住房率跟定位率，这个订房率跟实际的住房率，事实上已经差不多逐渐恢复到这个疫情开始前的这个荣景了。但是我们觉得，因为有受疫情的影响，我们还是有必要，即便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的防疫措施表现的是6都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赶快加紧来补足、来弥平这个防疫期间所受的这个损失。因此呢，我们不但要回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准，而且要比疫情前更好，这个加倍赶上。那大体上来说，我们美食有许多这个美食的这个优惠这个超值包，然后这个古迹文化古迹上也有许多游程的超值包，还有许多好山好水包括我们的英雄面啦，还有包括我们的美食这个套装软体其实也都陆陆续续推出中。因此呢，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不管是美食，不管是古迹，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限定商品，其实我们都一波一波的这个推出。超值包内容包含台南特别古迹限定商品，以及古迹景点门票，不但让民众会当吃到好食四手啊，阁会当前往各古迹景点佚佗，真正足会好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这位50岁林小姐去年到诊所做检查，发现腰子有结石，后来转进到台南市立病院的泌尿科，检查出是将近5公分的乳角型结石。病院帮伊做无空喙的新型手术甲镭射，不止恢复了真好，而且只要2天就会当出院。腰子结石的状况，伫台湾人来讲是常常发生的，大部分拢是2公分以下的结石，并无需要过度的烦恼。但如果是5公分左右的乳角型结石，就需要依照手术的方式来处理。一般来讲，拢是使用真皮肾脏造瘘取石的手术。但因为开刀的空喙会经过腰子，手术后的风险相对较大。但现在市立病院使用了软式输尿管镜的碎石手术，运用了抛弃式的输尿管，减少机器维修的机会，互患者毋免烦恼无机器会使使用的状况，加上新型的高功率雷射。也互手术的时间大大的减少，同时嘛，互复原的时间减少到2天到3天。过去比较大的肾脏结石，我们必须要用肾脏造瘘这个来取石。那它最大坏处还是必须在病人身上还有肾脏上做个造口。好，那这个打洞事实上它的出血率，还有这个术后并发症感染率都会相对的比较高。那目前这个软式输尿管镜，它是从尿道口进去，所以以上这些缺点都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单次使用软式输尿管镜它是单次使用，所以在这个器械的维修方面不需要做长期的维护，所以病人比较不会说有扑空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比较高功率的雷射，它的粉碎效果事实上是非常的好，所以过去大概7到8小时的手术，目前大概只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医师也提醒民众，如果要减少结石发生的机会，上重要就是要加啉水。如果是有过结石的民众，就需要多加的注意，要养成定期来回诊的习惯。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